Welcome to our most famous temple.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foods. 错错，你话不无看陈教练？哎，教练有工课，一个月是赚偌济啊？无啦，无这个。啊，你什么时阵要传阮陈嘉玲啊？男人是一点都不牢靠，跟你保证说他生下来大家一起照顾，屁都是屁。你记住我这句话，不婚不生是你现在最大的人生优势。你这药啊是安怎夹的啦？我来愈来愈严重啦。啊，即马哦，老公连尿放袂出来呢，连屎嘛卡掉的呢。这间店的人客拢是恁老爸的，你若退休，咱一家伙啊是要食一个好呢。干嘛呢？我带你去死啦！啊，免试啊啦，你无问题啦。你是惊伊无够好，还是惊伊比你较好啊？